優。咁啊，美食周咧係奉教會嘅指派，喺1928年就嚟到香港㗎，就搞呢個英語同埋宗教嘅課程。點啊？可以真係整個過程啊，喺我腦筋裏邊仲係好記得嘅，要充分做好準備。咁到我叫謝小平，係阿薛柏羅，佢係澳大利亞籍嘅設計師。廣州。咁啊，邊行嚟嚟收？10月開嘅還是咩啊？叫做邊出世，而家喺點入大學㗎嘛。